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7日，以弗所书5章17到18节安尼讲，所以毋通做糊涂的人，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，毋通酒醉。酒醉会予恁败坏，反倒就予圣神充满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无做糊涂的人，就明白主的旨意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存着谦卑甲敬畏的心，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敬拜甲学习你的名。主啊！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上帝，你是智慧甲真理的源头，你的旨意全然良善，你的带领永无错误。主啊，愿生命的主权在伫你，阮若是离开你，阮就袂通做啥物。主啊，阮伫生活中常常因为无闲、压力甲情绪的影响，低头失去敬虔的心，用错误的方式来找求安慰甲快乐，直到迷失家己。主啊，求你予阮无做糊涂的人，就明白什么是你的旨意，毋通酒醉，因为酒醉予人败坏，反倒着予圣神充满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